但是查哈姆部落大学开办到今已经迈入第12年，无论是传统服装、美食、造语、文化祭仪、甲手作的编织等等，透过舞蹈的呈现，都会当明显感受几乎要透过开课，影响每一族传统文化的热情甲使命感，希望让更较侪人来认识。我还是国中老师的时候，我参加过部落大学，我是学员，所以呢，部落大学跟我们都有很深厚的感情哦。我这边有一个调查研究，我们总共培育了215位讲师，88位助教，然后我们合作的单位呢，总共有88个单位。所以这10多年来，我们真的是前人的辛苦，我们后人继续把这个文化传承下去哈。会中为了肯定这群讲师对部落大学的认同加教学的热情，主委嘛一一颁发评书。尤其今年因应数位学习，嘛特别开设 AI 课程，将精彩内容制作成线顶的教材，互民众选读。邀请介意原住民文化的市民朋友，拢来报名参加。台湾新闻阮吉采访报道。